約翰福音第5章。歷史以後，拄好係猶太人嘅一個節期，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有一口水池，在陽門嘅附近，希伯來話按到別斯泰，順頭有5隻廊嘅。在廊嘅地背有一群病人睡在嘅位，有麻木嘅、跛腳嘅、不彈風嘅。在嘅位有一個人已經不病38年久，耶穌看到佢睡在嘅位，對佢不病千多年，就問佢講：你愛得到醫好麼？嘅病人回答講：先生，所以天痛嘅時間冇人幫助我，將我병落水池去，並我想愛落去，病人如今升落去。耶穌老佢講：放起來，將野草冊拿起來行。嘅人嘅病即時好咧，佢將野草冊拿起來行定走。嘅日拄好係安息日，所以猶太人嘅領袖對嘅得到醫好嘅人講：原本日係安息日，而那等草冊係違背法律嘅。佢講，佢哋問講：嘅吩咐你將草冊拿起來行嘅係乜人？仲係嘅得到醫好嘅人唔知耶穌係乜人，因為嘅地方人千多，耶穌又已經散開。事後，耶穌在升天度尋到佢，老佢講：你已經完全好了，唔好再犯罪，免得惹到限卡太嘅災禍。嘅人離開耶穌以後，去老猶太人嘅領袖講：醫好佢嘅係耶穌，所以猶太人嘅領袖開始迫害耶穌，因為佢在安息日醫病。耶穌對佢哋講：阿爸一出工作，我也照樣工作。呢句話更加是猶太人嘅領袖嘅心愛殺害佢，因為佢唔但將破壞安息日嘅誡命，又講上帝係佢自家嘅阿爸，將自家看作老上帝平等。接定耶穌對佢哋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那嘢靠自家不能做乜嘅。佢看阿爸做乜嘅，怎能做乜嘅？阿爸所做嘅，那嘢也做。阿爸食那嘢，將自家所做嘅指示那嘢。佢愛將比了限卡太嘅事指示那嘢，本兒就感覺稀奇。阿爸用辦使世人復活，使生命本佢哋。同樣，那嘢也愛做自家嘅意思，使生命本人。阿爸自家唔審判人，佢將審判嘅權柄交本那嘢，為到愛世人隆重尊敬那嘢，像尊敬阿爸一樣。唔尊敬那嘢嘅，就係唔尊敬採佢來嘅阿爸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聽我嘅話，有信嘅採我來嘅，就有永遠嘅生命。佢唔會輸天罪，係已經出死入生嚟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時間會到嚟，兩下就係世人會聽到上帝那嘢嘅聲，佢條聽從嘅會得到生命。像阿爸本身係生命嘅源頭，佢也是那嘢創造生命嘅源頭。佢又將審判嘅權柄輸本那嘢，因為佢就係人子。你哋唔好為到呢個來稀奇，因為時間未到。所有在墳墓地背嘅人，隆重會聽到佢嘅聲音，也會對墳墓地背出來。行善嘅為復活來得到生命，作惡嘅為復活來受天罪。我靠自家不能做乜嘅，我做上帝嘅旨意來審判。我嘅審判也係公道嘅，因為我唔係追求自家所愛嘅，只有行採我來嘅旨意。假使我為自家做證，我嘅話就唔拉世人相信。仲係有另外一個也為我做證嘅，我哋佢為我所做嘅見證係真實嘅。而到是派人去見約翰，佢就為真理來做證。其實我並冇需要人嘅見證，我講起呢個事。
係愛俾你哋得救。約翰可比一盞戳定又照明嘅燈，你哋願意참時享受佢嘅光明。總係我有比約翰還卡有力嘅證據，就是我所做嘅工作，係阿爸交本我愛完成嘅。呢條工作可以證明阿爸有差派我，差派我來嘅阿爸也為我作證。你哋從來唔是聽過佢嘅聲，唔是見過佢嘅形象，也冇將佢嘅話放在心中，因為你哋唔信佢所差來嘅。你哋研究聖經，因為在嘅地位可以尋到永遠嘅生命。其實聖經嘅話就是為我做見證嘅，總係你哋還唔肯求勸我來得到生命。我唔係追求人嘅稱讚，總係我對你哋親了解，你哋並唔係真正敬愛上帝。我奉阿爸嘅名來，你哋唔接納我；那有人奉自家嘅名來，你哋反轉接納佢。你哋親愛彼此接受讚美，總係唔求對獨一無二嘅上帝嘅未來嘅稱讚。咁樣，你哋用會信我呢？唔好因為我會在阿爸嘅面前告你哋，愛告你哋嘅就是你哋所仰望嘅摩西。假使你哋真實相信摩西，你哋就會信我，因為佢嘅書有記載我嘅事。你哋既然唔信佢所寫嘅，用會信我嘅話呢？